年的基本工资，还有招募劳工的月薪低于4万要揭露范围。劳工退休金在每年3月底前要足额提拨。把劳工权益通通有。谢谢大家。谢谢。老板，我要请教这位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最近啊，我有接到一个公文，那公文里面有写说，劳工救治退休金的提拨，讲的万国发无呢，您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刚好公文在我手上。好啊，麻烦你，我来帮你看一下哈，看有没有办法帮您解决。好，麻烦你了。好，这个主要是要说明这个。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看右上的这个承办人员，可以跟他们联络。哦，好，谢谢你，你的解答真棒，我了解了，谢谢，谢谢。处长吴兰美，那在这边要请教一下大家，你知道最近劳动基准法有哪些修法吗？最近就业服务法有修了哪些规定吗？我想我们彰化县有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在忙于打拼，所以对于很多劳动基准法令相关法令的部分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彰化县政府在今天要告诉大家，也提醒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彰化县政府为了协助我们县内的中小企业能够符合法令，然后创造劳资和谐双赢，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办理了我们的法遵访视一个辅导计划。那从4月到9月已经完成了将近1000家，而且将近有90%的事业单位都愿意接受我们的辅导，那成效相当的不错。那我们这个辅导的活动会继续进行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欢迎大家来找劳工处。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要提醒，刚刚有提到，最近劳基法有什么变动吗？其实派遣人力已经入法了。为了保障我们派遣劳工的这一些权益福利那所以派遣工的部分已经入法。对于要派单位跟派遣公司，其实都有相关的规范。那另外在于基本工资的部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基本工资也调升到23800块。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在应征人才的时候，我的薪资未达4万块，千万不能写面议，是一定要写出我们薪资的集聚。那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对于救治的劳工劳退金的部分，在明年3月一定要补足。好，那这些相关的法律，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活动让大家清楚。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或是需要协助的部分，欢迎来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一通电话7532510，7532510，我们会有专人到场服务。处长，那个外卖的规范呢？外卖的规范，最近比较夯的就是那个外卖平台美食平台外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劳动部在前天他们已经大举的专案检查。那对于目前有2个最大的平台的部分，认定是属于雇佣关系。那劳动部在最近2个星期也会进行大规模的劳动检查。好，那这个部分，它目前也在订定有关相关的指导方针。那后续我们县政府会依据劳动部规范的部分来进行相关的辅导或者是检查。